来继续来到立法院，这个交通委员会今仔日审查国民党团的总调布坤基所提出的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不过，交通部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直接来指出讲，这违反着宪法，正歹执行。这是由布坤基气呱呱，伫质询着交通部长王国材的时阵，是来瞪道痛骂交通部兼任大法官，讲国会审查的代志，就是由国会来审查，轮袂着行政官员伫遐说三道四、批评议论。法律是由你们交通部来解释的吗？委员，我刚才谈到，退一步实在羞愧啊！话讲甲真大声，佫转倒啊！国民党立院党团的总调布坤基为着花东快速道路，甲交通部长大细声。现在你们交通部也认为你们大法官，这是国会要有尊严呢。国会在审议，轮得到你们交通部说三道四吗？在讲什么？审查要有正义，什么叫正义？要公平啊！部长调火气真大，各转倒啊！批评交通部超过职权，讨论已经经过花东快速道路长174公里，规划17个交流道，也过经过11个原民部落加地动等等敏感的地区。交通部表示讲，若提早立法，恐惊会好这个条例无法度实施。每个个案计划都走特别条例，那我们交通部现在有100多个都要走这个程序，它的比如说经费的规模，还有要用什么样的这个基金的一个方式哈，那是跟我们过去在走个案计划是不一样的。选前大家全力的推，选后是不是就选择性的失忆？南亚总团提出花东快条例法案牵涉到预算，和另外讲行政立法权分不清楚，行政部门感性的提早拍清。行政长陈建仁是安尼讲的。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5院都来谨守分际。那行政院当然站在建设全国的这样的立场，对于花东的建设也会来继续努力。条约对抢一条快速道路嘛，变成哪里阵营对阵的导火线。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